们需以这个专机入境啊，抵达后必须与他人保持这个社交距离，还有全程戴口罩。那专人专车全程接送参加这个追思典礼，并于当日出境啊。虽然是他免除了这个居家检疫措施，但是他全程事实上是团进团出，而且是跟我们的社区民众是有所区隔的一个状态之下。有关大家询问就是日本访台追思团的会采取什么的防疫措施？那我们这个是采用所谓的外交专案，那就是他必须要在登机前1天或2天要有一个采检这个核酸检测的阴性证明啊。那另外他们需以这个专机入境啊，抵达后必须与他人保持这个社交距离，还有全程戴口罩。那专人专车全程接送参加这个追思典礼，并于当日出境啊。这个大概是等于是他是虽然是他免除了这个居家检疫措施，但是他全程事实上是团进团出，而且是跟我们的社区民众是有所区隔的一个状态之下啊。外交事件有时候并不是说你提前规划就行啊，像李前总统过世，这也不是可以事先预知啦哈。所以这个大概是没有办法。那我们大概就是说。有类似的事件，有类似的申请来，那我们这个疾管署跟外交部这边都会配合一起来针对这样的事件来做适当的处理。有关这个部分，比如说他进来之后就会到处去他事实上是有受到一个规范的那他没办法自行移动，他会有专车接送，那也要全程戴口罩，所以他并不是说你进来之后。那就像我们一般就是说，就可以到处什么地方都可以去，这个是不行的，对事情。就请教一下，他们专车的人也是他们自己派来的人吗？不会有我们的人去帮他们开车这样？这个我们防疫专车业都有一般的做法啦，这个倒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对是。至于防疫旅馆的部分，我们都有派这个资深的专家去这个旅馆去跟他们做说明，请他们这个要依照我们的一些防疫旅馆的一个方式做。所以比如说他们会有独层啊，或者说专用的电梯啊，这个可能都是有一些都先做好了 setting。对，如果有一些比较突发，当然就是说有症状，他当然就不能，可能有症状就不能去后续的活动了啦。对。就是我们这个活动，当然就是说要确保他要是就是说都是没有症状，